今仔日呢是圣神降临节，咱伫遮做伙迎接圣神的降临，做伙来体会圣神伫咱中间，伫咱教会所做的工。所以呢，咱今日特别安排来邀请到咱的嘉义里的宣教中心祈祷院的陈坤生牧师院长专工来到伫咱中间，要用主的话来甲咱做勉励。今日是圣神降临节，所以咱第一讲，伊要用圣神充满的生活来勉励咱。第二堂呢，无共款的主题，就是要甲咱分享这个祈祷，所以尽心祈祷的4个阶段。所以咱真欢迎兄弟呢，咱若时间也无受影响，咱在外口来落雨啦，要外口行的，有那无方便，咱就会当留落来听第2堂。咱的这个所有的资料。大纲拢印伫第9页甲第10页的所在，经在来伫遮，咱咪让通过投影片伫迄个所在，会当看见对着陈牧师所要宣讲的。咱用祈祷的心，用脚步的心，拍开咱的心，来领受这个宝贵的教示。咱用普话声来欢迎陈牧师。一摆三角来祈祷。亲爱圣神，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主，阮若学到你敬拜你，阮嘛非常的欢迎你。伫这圣神降临这日子，阮真正迄个心较无拍开阮的心，较无上帝你的灵，搁一摆关压伫阮的心上，充满伫阮的生命中。主，因为你应允伫这个落尾的日。就是最大的日，阮囝若较无你的，阮囝若喙焦的，就来就近你，阮就要有活水的江河对阮的心来清出。主啊，早起搁一摆，将迄喜乐的灵来充满阮，将迄个刚强的灵搁来充满阮，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伫遮敬拜的时阵，主啊，你的灵就运行伫阮的会中。你的灵就充满伫阮每一人的心中，阮早起伫这个所在，主啊，阮真正经验，阮真正伫这体会，阮真正领受上帝你的灵运行伫阮的会中。主啊，阮需要你，求你怜悯阮，阮需要你，求你帮助阮，赐福伫阮早起的敬拜，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夏牧师。谢牧师，咱各位中集同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这个圣神降临节时，特别有这个聚会，伫甲咱的同工联络的时，讲今仔日是圣神降临的日子，安尼来讲这个圣神甲祈祷的这个信息。后来义珍长老讲，牧师你是要。两场拢讲相像的信息，是要讲无共款的安尼。我就安尼祈祷了后，感觉讲，既然甲义珍长老讲要讲祈祷甲圣神，安尼就一讲讲圣神，一讲讲祈祷安尼。所以最后就安尼决定。第一堂伫遮要甲咱三甲伫遮来勉励，用上帝话。来勉励咱，甲咱分享，就是圣神充满的生活，圣神充满的生活。伫咱拄则所读的圣经《使徒行传》第2章37节到47节，这个所在，拄伫彼得因圣神降临，伫因的心上充满了后，伊就大有勇敢，大有勇气。证人伫遐来传扬耶稣基督对死搁活的这个福音。当伊伫遐来经验上帝伊的大能了后，伊就好胆宣扬。这个听福音了后，咱就看见圣神做了真奇妙的工作，就是2、3千人，一个就决志，因要来归向耶稣。所以就看见圣神的工作非常的奇妙。所以第47节，咱嘛看得非常的清楚。圣经伫遮记载，这个圣徒伫彼得传福音互因了后，
因嘛欢喜，伫遐领受上帝灵充满伫因的心上，因的生命就即条改变，因的生活就见证了上帝的疼。所以47节伫遐即个合本的圣经讲，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但是这现代译本呢，译落真水。伊讲颂赞上帝，跟人人保持和睦的关系，主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所以圣神充满真有必要的，是为什么？因为圣神充满伫遮的初代教会兄弟姊妹的身上，因就带来真好的结果，就是有和睦关系，就是教会会友愈来愈多，天天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给天福音。所以一直得到众人的欢喜，大家人关系愈来愈好，得救的人愈来愈多，这就是互咱看见真好的结果。所以圣神充满伫每一个信耶稣人的心中，这是上帝的旨意。伫咱拄则所读的圣经，彼得就甲遮个心内听道理受了刺激的人讲，恁都爱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礼，通互恁的罪得到赦免，恁就会当领受所赏赐的圣神，因为这是应允，互恁甲恁的儿女，并一切远远的人，就是上帝所调来。所以上帝伊是应允，伊若人信主悔改，就要将圣神来赏赐互因。以弗所书第5章第18节，保罗嘛可劝以弗所的教会讲，恁唔通酒醉，恁都爱互圣神充满。所以无论对彼得，无论对保罗，拢一再伫遮强调的，就是基督徒需要互圣神充满。彼得家己互圣神充满，生命得到改变，对伫软弱，对伫背逆，对伫离开了上帝对伊的呼召，切欠伊传福音的使命的工作，后来就回转。所以圣神充满是互一个人生命得到回转真重要的关键。有时啊，你甲伊口劝，有时啊，你甲伊讲，讲甲足济理的，但是伊有关是袂改。不过当互圣神充满了的是，伊的自然伊会改变，歹习惯自然都改起来。我嘛是伫36年前，互圣神充满了后，才改变了我的生命，改变了我的服侍。所以圣神充满，这对咱每一个人来讲，拢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当对初代教会这个信徒，互咱学习圣神充满的生活到底是甚么？足侪人拢会问我，当牧师，圣神充满是毋是着讲方言？圣神充满是毋是着安尼身躯拢会摇？圣神充满是毋是着会笑？圣神充满是毋是着会哭？圣神充满是毋是会感觉麻麻？圣神充满是毋是会倒落？足侪人拢会问我这个现象。其实上帝圣神在做的工作是多样性的。对每一个人，领受圣神，伊的现象是拢无相同的，所以唔通去学别人，也是讲别人安怎啊，我都爱安怎。圣神充满的方式无重要，坐咧也当互圣神充满，徛咧嘛互圣神充满，跪咧嘛互圣神充满，倒咧嘛当互圣神充满，所以唔通在意伫个方式，才地教讲。啊！若倒来我无爱，啊！若都爱笑哭我无爱，啊！若安尼吼，都爱讲方言我无爱，拢唔免安尼。圣神充满你，到底形式是安怎？方式是安怎？无重要，重要的是圣神充满了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对伫初代教会伫这个所在，咱拄则所读的圣经，咱要来学习圣神充满的生活。到底是什么？第一，圣神充满了的人，就是会过着敬拜的生活，会当过着这个敬拜的生活。伫咱拄则所读的圣经，无论第42节，也是讲46节，拢一再伫这个所在
讲到信徒和圣神充满了后，因就是伫遐互相做伙敬拜，做伙伫遐拜饼，做伙伫遐祈祷，做伙伫遐学了上帝，同心合意。无论伫家庭，无论伫教会，伫圣殿的内底，拢是安尼。所以，既然互圣神充满的人，一定要过着三个敬拜的生活。第一个就是个人要甲上帝有一个亲密的个人灵修的生活。你的个人的敬拜，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真侪兄弟姊妹忽略了个人甲上帝的灵修的生活，个人的敬拜。今仔日足侪教会一直愈来愈复兴，教会信徒的生命愈来愈好，就是拢有推动这个读经的运动、读经的生活，为做小组，甚至爱搁写读经的报告。组员爱交小组长，小组长嘛爱灵修，爱读圣经，爱送这个读经的报告，互因的区长也是区牧。所以兄弟姊妹，个人的敬拜，这是圣神充满的人，伊都爱有这款的生命，这款的生活。第二个敬拜就是小组，也是团契的敬拜。伫咱拄则咱所读的圣经的内底。第42节啊，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写得真好，讲他们专心向使徒们领教，参加团契生活。因参加这个团契的生活，所以兄弟姊妹，咱的长老教会有设真济的团契。啊，团契组织的时，都爱有敬拜。团契组织唔是干那佚佗，而是干那聚餐。因为团契组织都要有敬拜，所以咱的教会无论是过团契的生活，还是咱小组的生活，拢要有敬拜。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加入小组，要加入团契。你咪讲啊，我信耶稣，啊，我就干那礼拜日有来聚会就好。初代教会的信徒，因就是伫家庭的内面，要过着这个彼此团契的生活，兄弟姊妹要互相有互动，彼此交接，过团契的生活，过小组的生活，安尼咱甲其他兄弟姊妹才有一个互动的关系。有时礼拜日，咱讲这大场的聚会了后，甲牧师爱说组长了，爱说资料，大家就虽然拢回去啊，所以互相的关系拢无遐亲密，所以咱需要有这款团契，也是小组的敬拜，伫上帝面前。第三个敬拜就是主日的崇拜，主日的崇拜对咱每一个信徒来讲，拢是非常重要。所以初代教会的兄弟姊妹，唔但伫家庭有敬拜，因讲伫上帝的殿嘛拢有敬拜。所以主日的礼拜，这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旧约中在分别，你是唔是上帝的百姓，就是看你有遵守第4届的10届的第4届啊无？你有守安息日啊无？你若有守安息日，你就是敬拜上帝的人；你若无守安息日，你就唔是敬拜上帝耶和华的人。所以今仔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今仔日咱好讲，你有圣神充满无？你讲有啊，我有圣神充满，毋过我无爱灵修，我无爱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我有圣神充满，但我无爱去小组，我无爱参加团契的生活。我无爱去参加主日的礼拜，安尼这都唔对啊！所以，若有圣神充满，咱看初代教会，因为过着这个个人灵修的生活、小组团契的生活，以及主日伫主的面前、伫殿中敬拜的生活。啊，咱逐摆无论是个人团契、小组，还是主日崇拜，咱都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因为上帝是灵，敬拜伊的人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所以，唔是人来尔的，唔是讲啊，我到时间到，我有献圣经啊，我有读翻摩感情啊，我今日有读个啊，我都有去参加小组啊，我都有来教会参加主日的礼拜。你有用心灵甲诚实的敬拜啊无？用灵来敬拜，
所以备办心，用你的心灵、基督的心来敬拜上帝。安尼，这个敬拜，如会互圣神伫咱的生命中来做工。第二，互圣神充满的人，伊的生活就是造就的生活，装备的生活。这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迄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基督徒需要成长。你信耶稣了后，别人讲我信耶稣，我灵魂得救，我将来会当伫上帝迄个所在，永远甲主三甲地地。啊，伫地面上的时间，咱需要长大成人，咱需要长大，咱需要成长。你要长大要成长，咱就需要造就，咱需要装备。42节的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到，这的初代教会信徒，因拢遵守使徒的教示，遵守使徒的教示。现代译本来讲，他们专心向使徒们领教，这是足谦卑的。讲领教就是足谦卑的，你若无谦卑，你还要甲伊领教，对吧？哎，信耶稣了都爱领教，因为咱唔知上帝话是什么，所以咱需要装备，咱需要接受训练。每一个基督徒拢需要成长。那么成长，咱当然都爱学习。保罗伊虽然是一个新啊博士。保罗虽然伊是一个会行神迹、医病赶鬼、开拓教会非常有气力的人，但是腓立比书3章12节，保罗嘛讲：我无掠家己已经得到，我无掠家己，我已经完全，我乃是尽力来去追求，通得到上帝耶稣基督所要互我得到的，要竭力追求。保罗遐有学问，保罗遐有能力。保罗遐有使命感，做甲遐好的事工，伊还阁讲：我毋是讲我已经得到啊，我已经完全啊，我乃竭力追求，通得到基督所要互我的。所以尽力来追找，尽力来追求，尽力来接受造就甲装备，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教会会当愈来愈强壮。教会信徒愈来愈勇壮，最重要的关键，就是爱接受装备，爱造就。每一个信徒拢爱接受两方面的造就。第一个方面就是圣经方面的造就，真理的造就。所以教会老开查经班，老开这个圣经的课程，信徒都爱报名，有时候看哦。圣教会开一个什么啊？新约导论、旧约导论，报名人100-200个，要爱明白这个圣经，要读圣经。牧师老开这个查经班、查经的课程开课，也是有请外口的讲师、老师来教课，咱都要报名来参加。这个圣经的课程、圣经的明白，当咱愈有受造就，伫上帝为真理来明白。了解的是，咱的生命悠远的常时得到成长。所以，咱每一个人都爱来学习，来学习。啊，家己读圣经以外，咱都爱愈来愈有系统来接受圣经方面的造就。第二，爱接受的造就，就是生活甲服侍的技巧。生活甲服侍的技巧，婚姻的生活，翁仔某要安怎？这个爸囝、母囝亲子关系要怎么样？有时这个家庭的活动要安怎样来生活？这嘛会当学。教会有缘会当开这个课来帮助咱生活的技巧要安怎？咱嘛会当来训练这个服侍的技巧，无论是世间的才能，咱今仔日这要服侍的人，无论要拍鼓、要弹吉他、要弹琴。因若无学这个才能，无学这个才艺，因要安怎服侍？所以都要学啊。服侍的技巧需要学，服侍温数嘛是相像啊。咱的教会有真侪总保带头的同工，因经过足侪这个祈祷的训练造就，因会当服侍咱，会当替咱祈祷。咱这个敬拜团
的当中嘛是因为经过敬拜赞美训练，大家安尼参加学习，因都会当服侍。所以这个服侍技巧是需要学的，唔是一个人生来伊就逐项拢会，学就会啦。甲你叫别人讲，咱学就会啦。嘿，啊，你若唔学，你就袂啦。所以唔通请讲牧师啊，迄我袂晓啦，叫别人。啊，长老啊，迄我袂晓，叫别人。你讲牧师啊，我唔捌做啦，你就替我祈祷啦，甲我指导，甲我教，安尼唔才对。我来接受这个训练，所以咱接受造就训练了后，咱就会晓。咱看见初代教会信徒，因有圣神充满了后，因就这个速度来领教，该领受因的教示，因的教导上帝话。教导要安怎样传福音，要安怎样医病赶鬼，要安怎服侍人，所以咱需要学习。咱知影造就还是装备，这唔是浪费时间，还是浪费金钱，这是一个投资啊！现在企业家每一个人拢了解，头家拢已经了解啊。送我的员工出去造就，送我的员工去训练，虽然公司出钱，因也甘愿。这就是一个投资，这唔是一个浪费。所以咱的教会嘛是相款，兄弟姊妹有时若要去造就、要训练，像咱即摆讲20多个人去到伫韩国去参加这个访韩盛会。咱有时有这款的聚会，教会会当甲因补助，互因去扩大因的视野，去领受最倒转来。所以这有时咱讲我要甲你补助这，教会出去参加训练造就，咱教会甲因提供机会嘛，有时佮甲因补助，才会金钱各方面，都是帮助因，互因会当愈来愈强壮。所以伫以弗所书第4章12节，上帝呼召这个有从执事的人要创什么？讲为着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通建立基督的身躯，上帝今仔呼召有使徒、有先知、有传道、有牧师、有教师、有无同款恩赐的人来教会帮助咱什么？就是要成全圣徒，成全原文的意思就是讲装备啊，就是要来装备咱啊，训练咱，互咱会当各尽其职。所以，咱来接受真理的训练、圣经的训练，咱嘛要接受服侍技巧的训练。唔通因为咱未晓就提示服侍，咱就爱学，咱自然就会。第三，就是分享的生活，互圣神充满的人，唔但爱造就，唔但爱训练，唔但家己愈来愈有、愈来愈好，上帝祝福恩惠愈来愈多。咱来学习也要分享、分享。伫拄则咱所读的圣经44节这个所在讲，信的人拢伫一位，凡物公用，因若所有的物件拢公家用，佮未加散财物，照逐人的需要来分互大家，要分给别人。我常常讲，咱基督徒，咱每一个人，也是教会，就是永远拢徛伫送向人这边的。永远都站在贫穷人这一边呢。伫世间有3种送向人，第一种的送向人，就是物质欠缺的人，肉体伫这个物质欠缺。咱一般拢讲这款的人，因就是贫穷人你敢是低收入户？低收入户就是贫穷人伊的收入有较少，伫物质上肉体需要上伊欠缺。伊的财物较少，这种人咱都爱关心因，咱都爱甲因分享。第二种送向的人，就是知识送向的，是魂的送向，较无读册，较无受造就的。咱今仔日咱有上帝救咱，上帝互咱机会装备咱，互咱读愈济册，互咱训练愈来愈有足济服侍的技巧，咱唔通当生。唔通安尼拢甲避掉的，讲好啊！我唔爱甲你教，我唔爱互你知，我唔爱帮助你会晓。兄弟姊妹，
咱都爱甲人分享上帝所予咱的。我有的知识，我来教；我有的知识，我来分享。当啊，初台北的灵粮堂，因要做圣人主义咯，哪有遐济牧师会当开课？都是遮个伫学校内面教册做老师、做教授遮接受真理的装备了后，因就甲牧师斗开课啊，这课我来教，迄课我来教。所以安尼教会成人主日学都要开足济班啊！咱无遐济牧师会当开足济班，是因为长老也来教，啊，执事也来教，啊，这个兄弟伊也来教，伊有伊的专业，但是伊的专业，伊个加上真理的造就了后，伊就会当分享。真做牧师真好，一个教导装备的团队。兄弟姊妹，今仔咱嘛是安尼，教会内底三甲服侍。咱即摆站的会晓啊！我着过来看这少年的，来看这个这同啊来教会，伊有兴趣，爱要来唱歌，爱要学到上面，该教，教，因着会晓，学伊会晓。毋过倒遐有人教，无伊要哪学，所以教导嘛是一个分享。第三种送香的人，就是灵魂送香的。咱像常讲传福音传福音或者送香人。传福音或者送香人，心灵贫穷，而信耶稣的人，伫台湾有90%以上的人，未信耶稣，这个人灵魂送香伫咱的四周围，咱会甲因分享。所以，当咱若欢喜听因，听这个肉体物质有欠缺的人，听这个伫知识、伫才能、伫这个才艺、伫这个欠缺的人。听这个灵魂送香的人，咱来甲因分享，咱有诶甲因分享，咱有诶见证甲因分享。有人讲牧师啊，我不要传福音，我嘛毋知要安怎讲。你著甲你对上帝领受诶恩惠甲因分享，就是同好诶传福音。同好福音，就是你本身对上帝领受诶救恩甲祝福。所以兄弟姊妹，咱爱真做一个会晓分享诶人。你若会晓分享，你就是有圣神充满啊！你若讲我有圣神充满，我拢无爱甲人分享，我拢要甲这个秘方拢避掉的。我会晓就好，我有就好，无爱甲人分享。安尼你就无互圣神充满啊！所以圣神充满的生活是分享的，分享的喜乐是加倍做，分担的重担是加倍轻啊！所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爱学习这款分享的生命。第四就是服侍的生活，互圣神充满了后，咱看见真多的人伫遐经验上帝的大能。43节讲，众人拢真着惊，因为使徒行了真多新约的奇事。新约奇事伫倒位？伫听的所在有新约，另外就是伫服侍的所在有新约。真侪人拢会讲：当牧师啊，你伫家里付出真侪。我讲无啊，我伫家里我学习真侪。30年前要去家里服侍时，我嘛毋捌做过基督山。咱长老会头有一个牧师捌做过基督山，因为咱家都无基督山诶，所以我袂晓啊。我袂晓上帝领受。对上帝领受这个启示甲使命的时，就有一个老牧师叫做陈禄牧师，伊帮咱地球牧师开创中华基督院。伊知影上帝启示爱我去做这个事，伊含我去看这个现在基督山的地，阮两个做伙去看伫遐基督，然后讲弟兄啊，因为伊是西安堂系统的，然后弟兄啊。哇！来这里心里很舒畅来祈祷，求上帝把这块地赏赐给咱啊！当时我嘛唔知影讲圣灵的工作就是心理舒畅，心理舒畅就是圣神的工作的一种然后你愈来愈烦，愈来愈不安，都唔是圣神的工作。所以等于安尼每暗含我做伙去看这个山，讲弟兄啊，心理舒畅。来祈祷求上帝将这个地赏赐我。迄阵我是一角人也无，得去共看土地，也无钱嘛，咧看土地。即摆后来买好我就讲
陈牧师啊，有长老奉献呢，钱有啊，买啊，特别来起这个基督徒，我也未晓带呢，就讲弟兄啊，我对台北我坐国光号咧，该帮站半年，家己带便当，佮家己安尼出车钱啊，无领社礼啊，无领交通费啊，安尼帮站我。伊讲半年了，你该做哦。半年了，我就无过来啊。我有我其他的事工爱去做啊，安尼姊妹，伊安尼甲咱帮赞，所以我嘛袂晓医病赶鬼的，嘛袂晓带人信心充满。你基督山若袂晓这两项，就免做啊咧。基督山是靠这两项呢，圣灵充满，甲医病赶鬼呢，基督有上帝开来的彰显。这就是基督山，甲其他的营地拢无共款的所在。我未晓，但是愈服侍，一直做，一直服侍，就看见神迹奇事彰现，鬼赶出去，病得了医治，人得了逃亡，做兄弟姊妹经历上帝恩惠，所以服侍做，你就要看见神迹。你莫干那遐济遐等，讲人会得救无啦？你着去传福音，人才会得救。你着有人祈祷，大家拢担心，甲祈祷，圣神就会做奇妙的工作。所以服侍就要看见神迹奇事啊！所以咱毋通一直讲我未晓，我无法度，你着去做。拄则是讲学就会啊，即马要甲伊讲，另外讲一句啊，你做就会啦。阿们，甲你隔壁人讲做就会啦。毋通就讲我袂啦，我做就会啦。我前过去伫迄落少年的时，拢参加圣歌队啊。来读神学院了后，参加快啊，才知影五音不全，紧唱南的唱天南，暗的唱马术，拢唱个天数的安尼。就每个年教阮快啊。我拢坐在迄陈树庆牧师的边啊，因为咧，伊个天哪足好个安尼，学安尼学袂晓唱袂准，唱袂准，毋知影唱流行歌足准，唱流行歌拢足准我要读神学院以前啊，伫厝咧做生意啊，不是营营在咧唱流行歌，所以来读神学院，囡仔同学班会拢叫我唱流行歌互因听，足够唱呢，唱这圣诗会走音，会唱流行歌袂呢？后来圣神充满，流行歌煞当袂晓唱，毋知安怎袂晓唱啊？唱无啦，记袂调啊！我毋是讲唱流行歌安怎，因为足个歌星基督徒拢在唱流行歌，我是讲我袂晓啊。圣神充满说袂晓诶，记袂调诶。以前未圣神充满，足够唱，险险爱做歌星，兄弟姊妹，练就会晓。我袂晓会唱歌，我要咱参加圣歌队，你就来甲参加，互指挥甲咱训练，甲咱教，看要倒一步，伊甲咱指导。你学就会，敬拜团嘛是啊。你莫讲我袂晓，祈祷我袂晓。你都来学，就去做，做就会晓。神迹奇事，你都要经验足多，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上帝要做，就是服侍。伫服侍的中间，咱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传福音的服侍所有的服侍内面，一定要甲传福音连结。茫安尼，干那一直社区工作、服务工作。甲你关怀，一直甲你教育，甲你补习，甲你上课，最后一定要甲传福音连结。我有一个同学的太太伫纽西兰，伊做牧师啊，牧师娘音乐系毕业的，足够教琴的学生也真多。但是伊讲，伊教遐济学生，毋捌带到半个信耶稣。但是后来伊有圣神充满了后，开始无共啊。甲所有的大细汉的学生拢甲伊传福音，讲大家拢来教会信耶稣啦，无一个无来啊。伊讲过去就是我敢若甲伊教育，我想我甲伊教琴就好啊，毋捌甲伊讲你就来教会，你信耶稣，耶稣听你。神要救你，神要祝福你，神爱你。
要来甲我讲见证，伊讲奇妙，哪会甲传大家拢总来？啊，过去就是咱一服侍，拢想讲我听你就好啊，我有物件互你食就好，我有钱互你就好啊，啊，我有甲你上课啊，有甲你教才艺啊，有甲你补习安尼就好啊，兄弟姊妹，传福音的服侍是足重要的代志，所有的服侍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所以保罗伊家己讲了真水的话，伊讲伊无论做什么，拢是为着要甲人分享福音的好处，都要跟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传福音的服侍，你才会经历新约基础。抢救灵魂，你就会经历新约基础。无论做什么，保罗嘛考劝咱，都爱为主做。你伫教会服侍，做什么工？毋通想讲我为牧师做的，我为长老做的，我为会长做的，我为校长做的，我为团长做的，毋是啊，咱是为主做的。所以保罗伫哥罗西第3章23节讲。无论做什么，都得爱对心来做，亲像甲主做一样。所以无论人有看，人无看，无论有人甲人拍扑啊，无人甲人拍扑啊，咱拢要做，是因为我是为主做的。牧师无看，我嘛要做。牧师无看，我嘛要捡粪扫，我嘛要清扫便所，我嘛要甲人探访。甲人关心，甲人交代，毋是人有看，咱才要做。咱无论做什么，拢是为做做，这是非常重要。通过安尼，你就会服侍的快乐愈来愈加添，上帝祝福伫你的心上的愈来愈多。教会也因安尼就要大大得到成长。所以今仔日伫这个圣神降临这时，我要过一摆勉励咱所有兄弟姊妹。咱唔通一直注意伫圣神充满的时，到底迄个方式是安怎？迄个形态是安怎？一直去质疑，还是一直去问这个问题？致使家己对圣神的充满怀疑，还是充满惊吓，拢无必要。当咱伫敬拜中间，上帝灵会充满咱；当咱伫工作服侍中间，圣神爱充满咱；当咱在受造就的时，灵修读圣经的时，圣神会充满咱；当咱在甲人分享传福音的时，圣神会充满咱；当咱在有人祈祷的时，圣神嘛会充满咱。啊，什么方式那不重要，方式怎么样不重要，形态怎么样不重要，主要等圣神来充满了后，就有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咱甲人的关系会愈来愈和睦。啊，教会因为安尼。互圣神充满的教会，若未成长，啊，这就真古怪，对吧？因为圣经讲，天天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啊。所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你若爱要互你的生命改变，爱要互你的生活愈来愈好，啊，你互你的工作的服侍愈来愈有果效，业绩愈来愈好，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圣神充满，不是教会。得到祝福呢，圣神充满含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生活、你的业务、你的工作，拢详时会得到祝福。因为上帝会甲足多的人拢带来你这，把需要的人都带到你的身边。上帝的祝福伫你的生命，愿主施恩帮助，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过着敬拜的生活、造就装备的生活、分享三听的生活、服侍传福音的生活。三角来祈祷。慈悲听当个天父，阮的上帝，感谢你，阮伫圣神降临这时，阮过一摆对初代教会兄弟姊妹得到学习。主啊，阮需要互你的灵充满，阮需要悔改伫你的面前，甲主讲，主啊，阮需要你。主要说，阮需要你，圣神啊，阮需要你，阮需要你充满伫阮的生命中，互阮过着圣神充满的生活。主，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使阮祝福，互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互阮早起伫这个所在，听到你的话，照你的话来行，互阮成做一个互圣神充满的人。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